就算你冇買過米芝蓮輪胎，應該都有見過米芝蓮人嘅。點解輪胎明明係黑色，米芝蓮人就係白色嘅呢？最簡單嘅回答就係咁啊，因為最早期嘅輪胎其實唔係黑色，而真係白色嘅。咁點解後來嘅輪胎又會係黑色嘅呢？咁係因為輪胎入邊加咗一種叫碳黑嘅碳粉末，令到輪胎變得耐用，同時亦都令到輪胎變成黑色。咁係唔係輪胎從此就變晒全黑呢？點解有段時間有啲輪胎又會有條白邊嘅呢？點解咁多年嚟都冇見過其他顏色嘅輪胎呢？你又知唔知商業意義上第一個發明橡膠輪胎嘅人原來係個獸醫嚟嘅呢？而且第一條充氣輪胎並唔係用喺汽車上邊，而係用喺單車嘅車轆嗰度呢？輪胎係唔係只係一大嚿膠，裏面只係普通嘅空氣呢？點解有啲輪胎表面有紋，有啲就冇紋呢？除咗實心嘅輪胎，世上會唔會有唔會爆嘅輪胎嘅呢？開，我係黑羊。雖然一開始提到米芝蓮人呢個相當出名嘅公司吉祥物，但係最早生產充氣輪胎並且實際應用嘅，其實並唔係米芝蓮，而係呢一間公司 Dunlop， 中文譯做登立或者登陸普。我細個最先聽到呢個名嘅呢，反而唔係輪胎，而係嗰個叫做 Dunlop Pillow 嘅枕頭。原因稍後會再講嘅。話說喺1887年，一個叫做 John Boyd Dunlop 嘅蘇格蘭獸醫，佢見到個仔踩嘅單車震到飛起，為咗佢下一代嘅下一代着想，登立忽發奇想，拎咗個獸醫診所嘅一啲橡膠管，當係動物條腸咁樣縫合兼焊接，替換咗原本覆蓋喺車轆上面實滴滴嘅橡膠，再用繃帶包實，變成一個充氣橡膠輪胎。當時一位單車比賽選手威利幽默，將呢一種特製輪胎裝咗喺佢嘅戰車上邊，仲先後喺多場比賽裏面勝出。其中一場嘅落敗者咁啱就係愛爾蘭單車協會嘅主席杜格羅斯個仔。杜格羅斯對於呢個黑科技驚為天人，即刻聯絡登立，同佢合作成立咗一間公司，並且獲得專利權。一開始我提到登立嘅輪胎係商業應用上嘅第一個發明者，咁係因為2年之後咧，佢哋收到通知，原來喺40年之前已經有另一個蘇格蘭人 Robert Thomson 早就喺英國同美國先後註冊咗充氣輪胎嘅專利，所以準確嚟講，第一個真正發明充氣橡膠輪胎嘅人應該係呢一位 Thomson 先生。可惜佢實在走得太前啦。喺19世紀中期，歐美嘅主要交通工具係馬車，以當時嘅技術，橡膠輪胎並未能夠好好應用喺馬車之上，所以 Thomson 嘅專利一直都冇得發揮。當時只係被視為一個古怪嘅工程實驗，得唔到商業上嘅重視。直到實際意義上嘅汽車喺1886年正式發明，而登立橡膠公司就喺1889年成立。可以話係適逢呢一個汽車時代嘅發展軌跡。經過長時間嘅起起跌跌，公司由最初主要做單車輪胎，去到二戰結束嗰陣，登立喺英國汽車輪胎市場嘅佔有率一度超過50%。期間公司不斷分拆，又進駐唔同嘅行業，包括做鞋業同服裝業。而喺1926年研發同註冊嘅乳膠就用嚟製造床褥同埋枕頭，亦即係到而家都仲賣緊嘅 Dunlop Pillow。不過因為頭先提到嘅專利問題，打咗幾年官司，登立本人喺公司成立幾年之後就退咗休。喺1895年就賣晒佢自己嗰啲輪胎同橡膠嘅業務。汽車輪胎呢樣嘢要去到1900年先至開始大量投產，所以登立本人並冇因此而發達嘅。佢喺賣晒啲公司股份之後只係剩翻一間窗簾鋪賺下啲小錢。後來翻咗鄉下，繼續做下獸醫兼農場主人，安享晚年。不過佢嘅大名就繼續流傳後世啦。頭先提到嘅米芝蓮輪胎，同樣係成立於1889年，不過呢間就係法國公司，而且一開始就已經主打汽車輪胎嘅市場。公司成立第3年就發明咗可拆卸輪胎系統，將車胎同車轆分開。當登立仲係胎轆一體嘅時候，米芝蓮就已經做到可以換胎唔換轆。經過大半個世紀嘅商業競賽，
燈立多次分拆、被收購甚至解體，嚟到21世紀可以話係名存實亡噶啦。反觀米芝蓮呢，就不斷創新，之後亦都做咗好多創新同埋改良技術，包括 PAX 系統，令輪胎喺冇氣嘅情況之下都仲可以安全行駛一段距離。之後又發明子午線輪胎，大大增強承載能力，亦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為1級方程式賽車提供輪胎，直到而家呢都仲係業界嘅翹楚。喺最早期嘅充氣輪胎，主要係用天然橡膠製成，而天然橡膠本身係乳白色或者係淡黃白色，加上輪胎內層所用嘅化學劑同埋布料溝埋，整體嘅顏色望落去就係白色或者灰白色。1894年，米芝蓮兄弟，亦即係米芝蓮嘅老細啦，喺里昂工業展上面見到一堆白色嘅輪胎堆咗喺度。阿哥忽發奇想，就同細佬講啦：如果加對手同埋對腳都幾似一個人噶。過咗幾年，佢哋揾咗一位漫畫家設計咗一張海報，將呢個咁有創意嘅 idea 具體實現，於是咧就變成咗米芝蓮人嘅雛形啦。海報裏邊呢一個車胎人嘅對白呢，係拉丁文嘅諺語，大概係時候飲杯啦嘅意思。而呢個字 Bibendum 亦都變成咗佢嘅昵稱。呢個時候嘅輪胎已經比以前實心嘅橡膠輪胎有彈性好多，但係由於當時嘅路面並不平滑，橡膠本身又比較軟，又唔襟曬，好容易因為太陽嘅紫外線行駛時嘅摩擦力同熱力而損壞。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去到10年代，製造商開始加入一種從燃燒石油或者天然氣所得到嘅極細碳粉碳黑 （carbon black）。呢個可以話係劃時代嘅改良方法，橡膠輪胎嘅強度因此提升咗幾倍，條胎襟用咗，但係亦都變黑咗，亦都係由呢個時候開始，黑色就變成咗輪胎嘅標準顏色，一直到而家。不過嗰陣時咧，亦都興起咗一股奇怪嘅潮流，就係喺黑色輪胎中間咧加一個白色圈。呢個做法實際上有乜嘢作用嘅呢？佢嘅作用就係係冇啊。係啊，呢個白色圈咧，基本上係冇任何實際作用嘅，純粹係 marketing 嘢嚟嘅啫。點解？嗱，你諗下，輪胎每日喺地面度行，本身就必然係污糟噶啦。如果要 keep 住條胎係白色，除咗你要經常洗車，仲要洗埋條胎，咁即係要使多一嚿錢啦。正正就係呢個原因，當你喺街見到有架車係用白色胎，咁啊真係就好似車中嘅螢火蟲一樣咁鮮明。喺呢個時候，條胎除咗用嚟代步，更加係用嚟曬命噶。就好似而家有啲車主會噴靚嘅車身，裝啲好 fancy 嘅燈，甚至用幾廿萬買個車牌一樣。1420萬第3次成交。咁樣做既唔會令架車快咗定咗，坐喺架車入邊嘅人亦都睇唔到。其實志在係俾架車外邊嘅人睇到嘅啫。有段時間，除咗白色圈之外，亦都出現過紅色或者其他顏色嘅圈。不過呢種潮流呢，去到40-50年代就開始式微啦。而家見到呢種有白圈嘅輪胎，就會覺得佢有一種復古嘅 feel。後來有啲生產商呢，會喺輪胎上面用白色顯示自家嘅 logo，可以話係用另一種方式作為賣點。亦都有啲製造商試過生產其他5顏6色嘅輪胎，但係彩色橡膠成本好高，耐用度就反而好低，而且始終都係黑色胎最襟污糟、最襟曬。添加任何嘅顏色都只會減低橡膠嘅性能。市場經歷咗100年嘅用家反覆篩選同淘汰，最後都只有黑色輪胎成為市場最合理而且唯一嘅選擇。早期嘅充氣輪胎裏面都係普通空氣，但係隨住技術不斷發展，而家嘅輪胎唔會只係一嚿膠咁啤出嚟。唔同嘅輪胎種類其實結構都唔同嘅，裏面包含胎面、胎體嘅唔同膠料，仲有鋼絲層等等。輪胎裏面除咗會用壓縮空氣，有啲情況仲會用全氮氣。咁係因為空氣裏邊嘅氧氣分子相當細，細到可以穿過橡膠分子之間嘅空隙。而空氣裏面如果有水氣嘅話呢，亦都會令胎壓出現唔穩定嘅情況。而氮氣係好乾嘅氣體，膨脹係數比較低，相對穩定。
通常會用喺一啲對輪胎有非常高要求嘅情況，例如賽車、飛機之類。但係價錢同技術嘅要求呢，亦都相對會高好多。有啲環境因為地面可能會出現吉爆車胎嘅尖銳物，唔適宜用充氣輪胎，而會選擇用一啲實心輪胎，例如物流倉裏邊嘅重型堆高機，即係廣東話講嘅鏟車、礦場嘅礦車、重型運輸或者建築工地車輛等等。除咗空心同實心呢，亦都有啲輪胎可以話係介乎兩者之間嘅半空心冇氣輪胎，裏邊會加入 EVA 之類嘅發泡物料作為填充，有少少避震作用，但係又唔怕會爆胎。例如小型嘅鏟車、手推車、板車、割草機之類。近年亦都出現咗一種新型嘅冇氣壓輪胎 NPT Non-Pneumatic Tires， 最外層仍然用橡膠胎面同地面接觸，胎裏邊冇傳統嘅氣室，而係使用高彈性嘅聚氨酯或者複合塑膠等嘅材料，用條狀結構支撐輪胎外圍。呢種新型輪胎最適合應用喺太空科技，例如月球車同火星車，而地球上面一啲汽車亦都開始投入測試同使用。不過同傳統充氣輪胎相比，呢一種新式輪胎嘅生產成本同難度亦都高好多，穩定性仲未達標，而且長期停定有可能令受壓嘅一面變形。相信短時間之內都唔可能完全取代市面上嘅傳統充氣輪胎㗎喇。有樣嘢呢，可能比較多人會知㗎，日常城市見到嘅輪胎上面嘅紋路，其實係用嚟排水嘅。所以車主要定時留意車胎會唔會因為長期磨蝕而變咗光頭胎。相反呢，喺賽車場上使用嘅輪胎反而就會係光頭胎。輪胎需要盡可能緊貼賽道表面，熱力會令胎面變軟而更加貼近地面，藉此提高速度同穩定性。所以當比賽時落雨而又嚟唔切換胎嘅時候，賽車場上會更加容易出現跣胎炒車嘅意外嘅。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啦，請記得訂閱、comment、like、share， 記得開埋個小鈴鐺，有新片嘅話就會通知你噶啦。如果覺得條片真係做得幾 OK 嘅話呢，非常歡迎使用 Super Thanks 功能打賞小弟，令我知道我嘅製作值得更大支持。我係黑羊，下條片再見。另外睇一樣呢，同技術冇關嘅事啊。Tire 呢個字最早其實係 attire 嘅縮寫，即係衣服咁解。早期嘅人覺得輪胎咧就好似幫個車轆着衫咁，慢慢就演變成 tire。喺串法方面咧，通常美式英語就會用 tire， 而英式英語就會用 tyre。喺澳洲、印度等嘅地方都係用 tyre 比較多嘅。至於中文，粵語白話嘅胎好明顯就係嚟自音譯，而書面語或者台灣使用嘅胎字咧，我一直都覺得好奇怪。亦都查唔到當時嘅人點解會選擇用胎呢個詞嚟到做翻譯。我估除咗音譯之外，亦都可能有少少意譯嘅。正如英文 attire 嘅意思係指車胎包住個車轆，中文嘅胎字本身有冇胎嘅意思，就好似胎盤包住胎兒咁。不過呢點呢，都只係我個人推測。如果有高人知道準確嘅來龍去脈的話，希望喺留言區指點一下。